这边接大家再一次的掌声哦，欢迎陈老师跟王老师。
粉丝专页，还会做现场直播。而我们的直播呢，在此刻也要正式的开始喽。来期待我们今天的晨会。我们也要跟我们脸书上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挥挥手哦！欢迎大家能够在即日起到5月30号，能够莅临新竹县文化局美术馆，欣赏这非常难得的艺真灯工，由我们新竹县台湾工艺之家的联展活动。接着，欢迎老师再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月亮代表我们的心》，一起掌声欢迎。演奏团队的小提琴手陈慧琪陈老师，
我们台湾公益之家对历史的奉献，使得我们